60秒帶你睇下深圳羅湖區新開益田假日廣場有咩吸引。首先講下有咩玩，呢間星際傳奇大人小朋友都啱玩，有齊街機賽車、太古洗衣機咩都有，仲有勁多夾公仔機，真係容易到黐線。今日大概3-4下就夾到一隻，但我最中意嘅會係呢部推豬豬拎盲盒。商場入邊亦都有另一個大型兒童遊樂場，見到入邊有碰碰車、唔同機動遊戲同埋玩樂設施，我就冇入去啦。但門口見到勁多小朋友喺度放電，需要買門票，網上見到大概100幾蚊一位啦。行過見到呢間梳芙里 pancake 幾吸引，勁多唔同味，而且都幾鬆軟，中間都做到爆 cream。仲見到呢間餐廳勁多阿姐排隊，搞到我又去趁熱鬧。原來係試食脆肉環，聽到啲阿姐食到讚不絕口。如果行到攰都可以嚟呢間加價鮮芋，叫翻件蛋糕，飲翻杯水果茶，坐低休息下。商場好似咩廢水牌子都有，但最吸引一定係呢間，有唔同口味嘅芋圓燒都只係20幾蚊，水果芋泥都唔錯，芋圓勁軟熟，直頭係高分，難怪店鋪內外都坐滿晒人。見到商場6月28號起有做唔同活動，例如有抽獎同埋送唔同嘅禮物，網上仲可以搶購66折超抵餐飲券。如果需要網址或者以上餐廳嘅詳細名稱同埋地址，都可以留言 PM 我直接 send 俾你，詳情可以睇睇內文。